我突然忽發奇想，諗到條數學題。如果林峰身高180cm， 好啦，佢同地面嘅仰角會係60度，而凳嘅闊度會係40cm。我哋問林峰隻腳究竟有幾長呢？首先我可以將佢個頭 mark 做 A 點，mark 佢隻腳做 C 點，直角位置佢會係 boy 點。AC 佢會係180cm 先，因為佢係林峰嘅身高。AC 同地下嘅夾角會係60度啊，因為佢嘅仰角係60度啊嘛。我哋要揾佢隻腳有幾長，所以我喺佢囉柚位咧 mark 做 P 點，P 垂直落去就係 Q 點。我哋可以 mark 到 boy Q 會係40cm， 因為佢嘅凳嘅闊度會係40cm 啊。我哋咧目標係揾 PC 啊，即係林峰隻腳。就玩直角三圍，玩 sin cosine tangent。首先呢，我哋 boy Q 再加 QC 呢條成條 boy C 啦，除180等於 cosine 60度，你就可以揾到我哋個 QC 會係50cm 先。用細三角形 PQC 玩多次 sin cosine tangent， 我哋 QC 即係50除我哋嘅 PC 等於 cosine 60，所以最後我哋個 PC 就會計到100cm 啦。